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，除咗大家講嚟講去嗰啲三幅被分析啊，又話咩47個百分點創咗回歸新高之外咧，可能大家都忙啦，大家都急啦。我同阿波咧喺言論自由同人民大道中咧及咗區議會選舉好耐㗎啦，最低限度咧有3點咧係不可不察。觀察個察，亦都係拆解個察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嘅。咁啊，第一點咧就係其實咧要留意呢個潘俊源議員咧喺觀塘區咧就落敗。邊個係潘俊源你未必記得㗎啦。咁但係咧激光一幕噴泉，本來擺喺水中央，後來搬咗上岸，你記得啦啩？嗰個就係1億元。1億元原來真係有後遺症㗎喎。如果啲選民唔中意咧，真係會將一個現任做咗好耐嘅區議員咧就拱走咗，而且俾一個新嘅叫畢東尼。都唔知好多觀塘區居民都唔識佢啊，而且佢咧個樣有啲似中國人，但係又俾人感覺係混血啊咁咩唔緊要啦。總之潘俊源就因為激光一幕噴泉咧就輸咗，咁即係咩咧？咁即係話咧，就算你喺當區做咗好耐，只要你做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咧，選民係唔會因為嗰啲咩蛇齋餅糭而一定選你㗎。選民嘅眼睛真係雪亮㗎。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你見到區議會選舉咧，真係唔係咧就你做開就有得繼續做嘅。嗱，第二個咧就係鉛水大敗，黃碧雲議員好似執到寶咁樣嘅，係咪？結果俾阿林鄭月娥就串佢就話佢泛政治化啦。結果咧有鉛水出事嗰啲區咧，大部分除咗一個咧個泛民議員咧都係輸咗嘅。咁即係話好多人見到鉛水事件，好多人好感激阿黃碧雲發現咗，但係覺得會跟進落去，會令到佢冇鉛水，令到佢長期啲小朋友可以飲翻乾淨嘅水咧。都係信建制派，咁你泛民就真係好失敗啦，尤其是民主黨好失敗啦，尤其是連即係葵青區嘅尹兆堅即係民主黨副主席啦，都輸埋，咁有乜計咧？好啦，仲有第3個現象，民主黨都有好消息嘅，就係南區3劍俠咧大勝啊！咁南區3劍俠咧就係柴文漢啦、區諾軒啦，同埋羅健熙，咁咧3個咧。其實咧都贏到開行嘅，咁所以咧民主黨真係早啲世代交替啦。咁我擔心咧港島區咧仲係單仲偕出嚟選，咁而家咁樣嘅賽果咧，單仲偕仲唔應該出嚟連任咧？其實好值得商榷嘅。最低限度有個答案好簡單，反正都要世代交替啦，不如叫阿興姐就住今次民主黨選舉失利辭職，咁反正佢都要退啦，有個靚嘅位下台階落咗去咧，反為就會幫到咧成個泛民，亦都幫到民主黨本身，何樂而不為？